2025年秋日嘅香港，本應係 TVB 劇集入面常見嘅繁華同喧囂交織，但就因為一檐驚世醜聞，被搞到天翻地覆。74歲嘅 TVB 老夫骨李龍基，呢位喺熒幕上塑造光無數帝王將相形象，被譽為皇帝專業戶嘅資深藝人，如今卻深陷一場跨越36歲年齡差嘅爺孫戀漩渦，人生至暗時刻驟然降臨。據知情人士透露，其小36歲女友王青霞喺獄中服刑期間，竟然通過隱蔽渠道同內地神秘男子密謀勝利大逃亡，唔單止捲走李龍基贈予嘅巨額財產，更被捕出獄後立刻同新歡出雙入對，親密照片喺社交媒體上似病毒咁瘋傳。而李龍基喺得知真相後，當場血壓飆升，被緊急送醫急救，憔悴不堪咁癱坐喺病床上，思考住：我呢一世再也不會相信女人。呢段備受爭議嘅戀情就好似一部情節跌宕嘅狗血劇，其開端可以追溯到2019年。彼時67歲嘅李龍基喺尖沙咀一間茶餐廳邂逅咗32歲嘅王青霞。王青霞自稱係飛機工程師、畫家，擁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EMBA 學位，更以流利嘅英語同出眾嘅氣質，好似一束耀眼嘅光，瞬間照亮咗李龍基嗰略顯枯燥嘅人生。儘管兩人年齡相差36歲，且李龍基當時仍有婚在身，第二任妻子正懷有身孕，但呢段忘年戀仍然好似野火咁，以驚人嘅速度蔓延開來。它就像一束光照進我枯燥的人生，讓我重新感受到了愛情嘅甜蜜。李龍基曾經喺一次深度訪談中，滿臉幸福咁形容王青霞。為咗表達自己嘅真心，佢唔單止高調咁帶住女友出席各種社交場合，讓她成為自己生活中嘅一部分，更喺2023年6月公開宣布，要將名下7套房產價值逾億港元全部過戶俾王青霞。呢一舉動好似一顆重磅炸彈，喺當時引發咗軒然大波。前妻所生嘅3名仔女強烈反對，佢哋無法理解父親點解會做出咁衝動嘅決定，但李龍基卻固執咁堅持。他比我少咁多，跟咗我肯定要俾佢保障，我不能讓他受委屈。然而呢段看似浪漫嘅黃昏戀，實則暗潮湧動，好似一座即將爆發嘅火山。據 TVB 內部人士透露，王青霞自2020年起便長期以訪客身份滯留香港，其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申請因無法提供有效證明而被駁回。呢個細節當時並未引起太多人嘅注意，但如今回想起來，卻成為咗呢段戀情虛假性嘅第一個徵兆。更令人震驚嘅係，他所謂嘅畫家身份竟然係徹頭徹尾嘅謊言。他曾經送俾譚詠麟、羅蘭等圈內大佬嘅畫作，實則係松淘寶以130元價格購得嘅成品，僅稍作塗改便冒充原創。呢個真相被揭露後，好似一記響亮嘅耳光，打喺咗李龍基嘅臉上。李哥當時被迷得神魂顛倒，誰說王青霞唔好，佢就跟誰急。一位同李龍基合作多年嘅劇務人員回憶起當時嘅情景，仍不禁搖頭嘆息。有次喺片場，有人無意間提到王青霞可能在娛樂場所工作過，李哥當場翻臉，差點動手打人。佢完全聽唔進任何關於王青霞嘅負面消息，就好似被下了蠱咁。2023年6月，王青霞因非法逗留、學歷造假、偽造文件等5項罪名被判25個月監禁。136呢一判決好似一記重錘，擊碎咗李龍基心中嘅美好幻想。入獄後，李龍基唔單止每周探監，更喺媒體面前落淚，表示會等佢出獄結婚。佢嘅眼淚喺當時睇嚟係深情嘅體現，如今卻成為咗諷刺嘅注腳。據監獄工作人員透露，王青霞喺服刑期間共寫出410封情書，每封都以親愛的老公開頭，內容卻暗藏玄機。那些信看起來係情話，實際上係喺傳遞信息。一位不願具名嘅獄警喺私下裏透露，他經常喺信裏面提到內地有個朋友很想你珠海嘅房子裝修得差不多了之類嘅話，如今睇嚟都係喺為逃亡做準備。
我哋當時都冇諗咁多，如今回想起來，真係細思極恐。更令人震驚嘅係，據香港入境處內部文件顯示，黃青霞喺獄中通過特殊渠道同一名內地男子保持密切聯繫。該男子姓張，40歲左右，自稱係深圳某科技公司高管。兩人早在黃青霞入獄前便已相識。呢個發現讓整個事件更加撲朔迷離。黃青霞叫李龍基往佢獄中賬戶打錢，話係要買生活用品，實際上大部分都轉俾咗呢個張某。知情人士進一步透露，佢還利用李龍基對佢嘅信任，套取咗唔少關於財產轉移嘅信息。佢就好似一個精明嘅騙子，一步一步咁將李龍基引入佢設好嘅陷阱。2025年7月7日，呢個本應係黃青霞重獲自由嘅日子，卻成為咗李龍基人生中有一個噩夢嘅開始。當天，李龍基手捧60朵玫瑰，早早等喺深圳灣口岸，準備俾女友一個驚喜。佢精心打扮，臉上洋溢住期待同幸福嘅笑容，好似已經睇到咗同女友重逢嘅美好場景。然而，佢等嚟嘅卻係空蕩蕩嘅出口。黃青霞早已通過特殊渠道提前出獄，攜走李龍基贈予嘅珠寶、名錶等財物，總價值超過2000萬港元。他出獄當天就直奔珠海，跟嗰個張某會合。一位目擊者喺接受採訪時描述到，兩人住喺拱北口岸附近嘅一間5星級酒店，第二日就被拍到喺海邊散步，手牽手好親密。佢哋看起來就好似一對熱戀中嘅情侶，完全唔顧及別人嘅眼光。呢組照片喺社交媒體瘋傳後，立即引發軒然大波。照片中，黃青霞一改往日樸素裝扮，身穿名牌連衣裙，手提限量版手袋，同身旁男子舉止親密。佢嘅笑容燦爛而得意，好似喺向世界宣告佢嘅勝利。而李龍基則通過經紀人發表聲明，稱完全唔知情，感到非常震驚同心痛。佢嘅聲音中充滿咗無奈同痛苦，好似一夜之間老咗10歲。得知真相後，李龍基當場情緒崩潰。據其鄰居透露，當天晚上李家傳來劇烈爭吵聲，隨後救護車趕到，將李龍基送往醫院。嗰聲音聽起來就好似世界崩塌咗咁，讓人心驚膽戰。鄰居回憶起當時嘅情景，仍心有餘悸。醫生話係血壓飆升導致嘅輕微中風，需要留院觀察。醫院工作人員喺接受採訪時表示，佢送嚟嘅時候情況好糟糕，整個人癱喺病床上，一直喺喊，被騙咗再也不會相信女人了。佢嘅眼神中充滿咗絕望同痛苦，讓人不忍直視。喺病床上，李龍基向媒體哭訴：我這7年來對他掏心掏肺，把所有財產都俾佢，結果佢竟然咁樣對我。我以為我揾到咗真愛，冇想到卻係一個精心設計嘅陷阱。當被問及是否會追究黃青霞嘅法律責任時，佢沉默咗好耐後表示：如今講咩都晚咗，我只想一個人靜靜。我需要時間嚟消化呢一切，嚟治癒我心中的傷口。然而呢場風波遠未平息。據法律專家分析，黃青霞嘅行為可能涉及詐騙、侵佔財產等多項罪名，但因佢已潛回內地，香港警方追責難度極大。如果李龍基能提供充分證據證明黃青霞喺戀愛期間有預謀咁騙取財產，理論上可以起訴佢。資深大律師陸偉雄喺接受採訪時表示，但實際操作中，跨境取證非常困難，而且黃青霞喺內地是否有其他身份都唔得而知。呢就好似一場冇硝煙嘅戰爭，李龍基想要討回公道，難度非常大。隨着調查嘅深入，黃青霞嘅真實身份逐漸浮出水面。據內地警方資料顯示，佢原名黃某，38歲，出生於內地某3線城市，中專學歷，早年曾在深圳某娛樂場所工作。23呢個背景同佢之前塑造嘅名媛飛機工程師形象相去甚遠，讓人不禁感嘆佢嘅偽裝技巧之高超。佢2018年喺美國公開徵婚，騙走一名中年男子3萬美金後失蹤。
一位熟悉內情嘅私家偵探喺調查後透露，後來喺香港又以同樣手段騙過幾個人，直到遇上李龍基呢個大魚。佢就好似一個經驗豐富嘅獵人，專門尋找嗰啲又賤又孤獨嘅老人下手。更令人震驚嘅係，王青霞喺獄中竟然唔忙行騙。據同監室犯人透露，佢曾以幫助申請保釋為由，向其他犯人收取手續費，金額鬆幾千到幾萬港元不等。七，佢好會演，經常喺管教面前裝可憐，話自己係無辜嘅。一位前獄友喺回憶起王青霞時，語氣中充滿咗不屑，背地裏卻嘲笑其他犯人傻，話佢哋唔值得利用男人。佢就係一個徹頭徹尾嘅騙子，冇一點良心。呢件嘢喺香港社會引發咗廣泛討論。支持者認為年齡唔應成為愛情嘅障礙，李龍基同王青霞係真心相愛。反對者則指出，呢段關係從一開始就充滿利益算計，王青霞嘅行為徹底暴露咗其貪婪本性。283李龍基太天真咗，以為用錢就可以買到真愛。社會學家陳立仁教授喺接受採訪時表示，喺跨代戀中，經濟差距往往會導致權力失衡，年輕一方好容易產生依賴或剝削心理。呢段戀情從一開始就注定咗悲劇嘅結局。心理學博士林婉婷則從另一個角度分析，李龍基喺劇中常演帝王，現實中可能都有征服年輕女性嘅心理需求，而王青霞恰好利用咗呢種心理，通過偽裝同表演滿足咗佢嘅虛榮心。佢就好似一個演員喺李龍基面前扮演住一個完美嘅戀人角色，而李龍基卻渾然唔知。事實上，呢並非香港娛樂圈首例爺孫戀悲劇。2013年，76歲嘅作詞家黃霑與小47歲女友鄭淑芬嘅戀情也曾引發轟動，最終以黃霑病逝，鄭淑芬捲走部分遺產告終。呢啲案例都暴露出一個共同問題：當愛情跨越太大年齡差距時，好容易演變成一種權力遊夫。年輕一方往往利用年長者嘅孤獨同虛榮，而年長者則可能通過物質付出彌補年齡差距帶來嘅不安全感。資深娛樂記者吳志雄喺分析呢啲案例時指出，呢種關係從一開始就不平等，注定難以長久。當新鮮感過去，利益衝突浮現時，矛盾就會爆發。如今，躺喺病床上嘅李龍基面臨住人生最艱難嘅選擇。據其好友透露，佢已決定撤回對王青霞嘅財產贈與，並考慮通過法律途徑追討部分損失。七，佢如今好後悔，話早知道王青霞係咁樣嘅人，當初就唔會咁衝動。好友張家輝喺探望李龍基後表示，但木已成舟，只能希望佢能盡快走出陰影，重新開始生活。人生還長，唔可以一直沈浸喺痛苦中。然而，對於一位74歲嘅老人嚟講，重新開始談何容易？據 TVB 內部消息，公司已決定讓李龍基暫時休息，其正在拍攝嘅劇集都將更換演員。佢呢次打擊太大咗，可能需要好長時間先可以恢復。製作人杜之克喺接受採訪時表示，作為同行，我哋都好擔心佢嘅身體同精神狀態，希望佢可以堅強起嚟，渡過呢個難關。呢起7年供養餵出反骨妹嘅醜聞，唔單止係一場個人悲劇，更係對社會道德同法律底線嘅挑戰。王青霞嘅貪婪同欺騙固然可恨，但李龍基嘅盲目同衝動都值得反思。喺呢個物欲橫流嘅時代，愛情好似越嚟越難以純粹。當年齡、財富、地位成為衡量感情嘅標準時，我哋是否已經忘記咗愛情最初嘅模樣？或許正如李龍基喺病床上思考嘅嗰句話：我呢一世再也不會相信女人。但更值得我哋思考嘅係，喺呢個充滿誘惑同算計嘅世界裏，我哋仲可以相信咩？係金錢？係地位？定係嗰虛無縹緲嘅愛情？當我哋回顧呢起事件時，不禁要問：係邊個造就咗呢樣嘅悲劇？係王青霞嘅貪婪同無恥，定係李龍基嘅盲目同衝動？亦或係呢個社會嘅浮躁同功利？或許
每個人都喺其中扮演咗一定嘅角色。王青霞，一個原本平凡嘅女子，卻通過偽裝同欺騙，一步一步咁走上咗不歸路。佢利用咗李隆基嘅孤獨同虛榮，亦利用咗呢個社會對年齡差距戀情嘅包容同好奇。佢嘅行為唔單止傷害咗李隆基，亦傷害咗嗰啲真正相信愛情嘅人。而李隆基，一個曾經風光無限嘅 TVB 老夫骨，卻喺晚年陷入咗呢樣嘅泥潭。佢嘅盲目同衝動，讓佢失去咗理智嘅判斷。佢以為用金錢可以買到真愛，冇想到最終買嚟嘅只係背叛同痛苦。呢個社會都喺一定程度上促成咗呢樣嘅悲劇。喺呢個快節奏、高壓力嘅時代，人哋越嚟越難揾到真正嘅情感寄託。年齡差距戀情成為咗一些人尋求刺激同滿足虛榮心嘅方式，而媒體同公眾嘅關注都喺一定程度上加劇咗呢種趨勢。然而，無論原因如何，呢起事件都俾我哋敲響咗警鐘。佢提醒我哋喺追求愛情同幸福嘅道路上，要保持清醒嘅頭腦同理智嘅判斷，唔好俾表面嘅光鮮所迷惑，更唔好用金錢去衡量愛情嘅價值。對於李隆基嚟講，未來嘅路還長，佢需要時間嚟治癒心中嘅傷口，亦需要重新審視自己嘅人生同價值觀。或許喺經歷咗呢場風波後，佢可以更加珍惜真正值得珍惜嘅嘢，揾到屬於自己嘅幸福。而對於我哋每一個人嚟講，呢起事件都係一個深刻嘅教訓。佢讓我哋明白，愛情唔係遊夫，更唔係交易。佢需要真誠、信任同付出。喺呢個充滿誘惑同算計嘅世界裏，我哋要堅守自己嘅底線同原則，唔好俾一時嘅衝動同慾望所左右。當愛情遭遇背叛時，我哋或許會痛苦，會絕望，但更重要嘅係，我哋要從中吸取教訓，成長為更加成熟、理智嘅人。因為只有咁樣，我哋方可以喺未來嘅道路上揾到真正屬於自己嘅嗰份幸福。如今呢場風波已經漸漸平息，但佢留下嘅影響卻將長久存在。佢將成為人哋茶餘飯後嘅談資，亦將成為社會道德同法律底線嘅一次深刻反思。而我哋所能做嘅，就係從中吸取教訓，珍惜眼前人，堅守真愛。喺呢個充滿變數嘅世界裏，愛情依然係我哋最渴望、最珍貴嘅情感。讓我哋用心去感受、去經營、去守護嗰份屬於我哋嘅真愛吧。因為只有咁樣，我哋方可以喺人生嘅道路上行得更加堅定、更加幸福。至於李隆基同王青霞嘅未來如何，我哋無從得知。或許佢哋會各自走上唔同嘅人生道路，或許佢哋仲會喺某個角落相遇。但無論如何，呢起事件都將成為佢哋人生中無法抹去嘅一筆。而對於我哋嚟講，佢更係一個深刻嘅警示。喺追求愛情同幸福嘅道路上，要保持清醒同理智，唔好俾一時嘅衝動同慾望所蒙蔽。